大家好吼！阮转来台湾已经3个多月，阮转来伫台湾过了真快乐的日子吼。虽然有真侪烦恼的代志，但是台湾的同乡对阮的热情吼，实在是互阮真正快乐。亲像讲，阮的厝的埕呢吼，有一丛足大丛的桂花，50年的桂花。是朋友讲欢迎阮转来，甲阮种的吼。伫埕呢，即马有咧开呢。迄个香味吼，互阮逐早拢感觉讲真正欢喜。亲像讲今仔日阮来台北，去伫坐迄个捷运的时候，阮伫遐咧看讲毋知倒位是台北车站，毋知倒要到未？一个少年囡仔就讲，哎呀，恁是要去倒位？我讲要去台北车头，伊就讲安尼爱搁坐2站。到台北车头的时，伊就讲到哦，因在咧甲阮讲吼，阮若坐去你车顶，一定有少年人让阮坐位吼，这甲日本阁无相款。即款的台湾实在是真通保守、真通温暖的所在吼。台湾大家都真烦恼，讲是毋是会去互中国吞去，还是讲马政府倾向中国的这个姿势吼，真正快速，大家拢真正烦恼。大家敢通互台湾全的互中国吞去？实在是袂使咧安尼啦吼。阮有出一本册，叫做《台湾是台湾人的国家》。这个发表会伫新书发表会伫台中吼。大家，我甲大家讲，人什么时会通大声，还是讲对心底会当讲台湾就是咱台湾人的国家。希望讲无偌久，这会当变做真正自然的代志。多谢。